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在这里有荣耀，因为神的恩典充满，让我们的敬拜成为一切的祝福从你那里来。感谢你，让我们通过主的话语得到造就、激励，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一起享受神的恩典，领受主的话语。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叫主殿荣耀，同聚蒙恩。这是从这两段经文得来的一个学习，一个是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那看起来以赛亚书跟我们等一下复习学习的诗篇133篇没有很直接的连结，但是它专注在我们两个主耶稣给我们的两个诫命。第一个是以赛亚书在提醒当时的百姓，就是说，到底我所要的敬拜是什么？是华丽的圣殿吗？是一个非常非常宏伟的建筑吗？他说不是，因为人所造的建筑物都无法容纳伟大的神。所以上主这样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能为我造哪种殿宇，给我什么安息的住所吗？不是说我们盖的殿宇，我们造的圣殿不好，而是说你盖的这个其实是人从那里面一个神圣的场所去感受神的伟大，但是神不只限制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所以他除了这样提醒之外，更让我们去理解说他所需要的敬拜是什么。第2节他这样说：我亲手创造了宇宙万有，我看顾谦卑痛悔的人，也喜爱听从我话的人。他把宇宙万有都讲出来了，所以前面的殿宇，从天是我的宝座，那地是我的脚凳，你就知道说他宇宙万有都是他的。所以呢，不是用人造的一个伟大的圣殿来见证神，而是因为里面的人有谦卑痛悔，有喜爱听从主话。那这个我们可以印证是耶稣讲的诫命，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他又讲了第2段经文，诗篇133篇。这边这样130篇第1节到3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喜欢用和合本来读，甚至会唱那个诗歌。他跟我们讲说，那主的同在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呢？他说，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多么美好，也多么愉快。和睦相处，这个是前提。然后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愉快，他用什么来描述呢？有2种描述，一个是用珍贵的香液从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头上、胡须、衣襟，表示那个香液、那个膏油是那么样的丰富。然后又这样子描述说，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落在锡安山的群山岭。他说，在那里有上主应许赐福，赐下永恒的生命。其实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呢？他不只是讲亚伦的膏油也不是讲黑门的的甘露，他是说弟兄姐妹和睦相处，那边在那里会有主应许赐下的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讲的第2个诫命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要爱人如己。那这2段经文也在描述说，当今天我们在学习什么是神的殿宇，我们再用大纲来把它描述一下哈。主的圣殿，主的荣耀，他所要求的敬拜。什么是上帝的圣殿？他刚刚经文这样讲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人无法为主来建造殿宇，给上帝安排安息的住所。
因为上帝亲手创造了宇宙。那这样的宏伟，这样的宽广，人如果能够造，那等于比神还大嘛。所以神要我们的不是你用你的方法去造，而是你在神面前显现出什么样上帝所要求的敬拜，那就是他看顾谦卑痛悔的人，也喜爱听从上帝的话的人。换句话说，这些圣殿还在其次，是在里面的百姓，里面上帝的子民，你有那一种愿意谦卑悔改的心，你愿意遵从主的话语去行，去见证，去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如果说把第一段经文跟第二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整合起来，上帝的殿是在那一些愿意遵从主话语的人，上帝也在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的当中。他用这样的描述，我们再复习一下：说珍贵的香液浇在亚伦的头上，又如黑门山的甘露降落在锡安山。我们首先来思考，那为什么诗人会用讲你们和睦相处，大家相爱，大家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愉快？为什么会象征亚伦的油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那边有记载说，做那个香油膏油的一个做法，上帝所特别指定的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那是表示什么？弟兄姐妹和睦相处，那边就有属灵的祝福。一旦相爱、交流、关怀、保护，那边就有神的祝福在里面了。换句话说，你要领受神的祝福，你这个团体，你弟兄姐妹大家彼此没有相爱，你说啊，上帝啊，什么福给我，领受不到。就好像那个杯子有破口、有破洞，那个容器没办法承受。诗篇那个出埃及记30章22到25节，这是制造膏油香油的一个记录。上主对摩西说，要拿上等的香料、流质的没药6公斤，香肉桂3公斤，香菖蒲3公斤，633再来是6公斤的桂皮，加上4公升的橄榄油，这些都是天然的很天然的物品没有化学的。然后他说，用调制香水的方法制成圣油。有时候我们去到那个以色列去参观，然后去旅游的话，他们都会卖那种小瓶的那种香油，他们就会标榜说他用这个出埃及记所解的那个处方就那个处方就是上帝所那个指定的那表示一种神所合神心意的一个香油。然后他说这个香油特别记到30节提到说，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涂圣油，用这个油来涂抹他们，表示封立他们做祭司来侍奉主。我们这个礼拜六我们的瑞平传道要按牧那我们那个抹香油的仪式就没有，只用按手的，我们只有按手，不然的话我们要准备一瓶香油，把瑞平传道全部把它淋湿了，这样才算是做祭司了这个是古代旧约时代的一种神圣的膏立那这个图是在记录说，以前的祭司要被膏立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这样制成的膏油，然后他要丰丰富富，好像是剩下来。所以你记得有一位妇女一位姐妹拿拿香膏来膏耶稣，对不对她也是整瓶都倒出来。其实那个是有一种丰盛满意的意思不是不舍。你知道我们平常在用香水、香膏古龙水，这一点点觉得有一点香味就好，那个是表示丰盛满意的意思。那这个是图画在象征膏抹的一种图画那换句话说，有弟兄姐妹大家和平相处、相爱、互相关怀，那个地方就有神圣的祝福，就好像祭司被膏立一样，而且那个油是
充充满满、丰富丰富啊，有多余，还有余还溢出来。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像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那一种场所，就好像黑门山的甘露，黑门山的甘露。那我们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很高深的学问呐，他们就是描述了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气候。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头，在一个山头叫锡安山的山头，那边会经历到很多的雨水嘛，也有这个水分。有雾气，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的，从黑门山有这样的甘露，那边有很多的积雪，雪这个融化流下来，变成约旦河的一部分，然后这些水又被用那个水道引到锡安山。我记得上一次牧师有机会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被发现了，在锡安山的，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入口，它有一条水道，好像是在花岗岩里面打出来的一个水洞。那个水洞，哇，那个水很冰凉，一直流，然后它允许观光客走那个水道水大概我们那个时候都要把鞋子脱下来那个裤子要拎得很高才不会弄湿，然后走大概到膝盖，这样走一条水道，大概走了200-300公尺这样子。那些水都是从那个黑门山的水流下来的。那他在描述什么？描述一种神的恩典透过雨水使整个锡安山不会觉得干燥。我们也很多人了解地理的话，知道加州有没有？加州这个州其实他们这边是很多沙漠干旱的地方呢。那他们是从亚利桑那州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湖泊水坝，除了好多水，然后从那边引水到加州过来，才有办法让整个加州那些干旱的土地有水可以。所以你看水源多重要。那从以色列他们的地形来讲，最右边的就是黑门山，很高，2814公尺。然后在以色列境内稍微高一点的山，大概是以巴路山基利心山中间那边。那耶路撒冷大概在左边，伯利恒也是有一点高的高于地平面的。但是你看那个死海跟加利利海是低于水平面，因为我们说流奶与蜜之地跟黑门山也有很有关系。以色列有一个区域他们可以种植很多的水果，很多的植物，但是有一些地方水不到的地方就很干旱，一片的枯黄一片的枯黄。那诗人用这样的话语在描述什么呢？是因为黑门山的冷气团，它会从高处下降。你知道冷气从高降下来，我们教会的冷气是从上面降下来，所以在4楼比较凉一点，5楼你们冷气都会降下来。其实这个是一种自然的原理冷气从高处降价，然后它会形成遇到温热的会形成水汽，变成雾气，就好像你在喝冰水，对不对？你的桌上就会结一些露水，那个它冰它会积一些雾水，它也不是它水漏出来是因为空气跟那些冰的结合了所以这些雾气它会贴近地面，一直流到南边后可以流400公里，叫做喷雾流所以有人称说黑门山是锡安山的造物机换句话说，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因为上帝创造这个美好的地形，黑门山成为一个供应水源供应整个这个约旦河的水。那有时候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到那个接近黑门山的一个源头，那大概这个图就是远方就是黑门山，那前面有白白的地方就是它水流从那边过来，那边开始积成水流，积一层河流的地方那这边是冬天积雪的黑门山。那这些都是成为耶路撒冷
能够生活生存一个重要的来源啊。所以把黑门山的甘露描述成这个地方的人民，因为经历到这个水的滋润，可以在那边生活，在那边种植，在那边享受恩典。那在表示什么？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那样的美善。其实我们理解这样的地理，其实我们台湾人更领受的是，我们夏天都会有台风，对不对哈？今年好像台风都路过，都没有进来里面，很多人都在奇怪为什么台风都转弯自动转弯。台湾人对台风也又爱又恨。你如果没有台风，台湾一定会缺水，因为我们的台湾是在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是整个北回归线的地带，很多地方都是沙漠，那还好，因为台湾有高山，因为台湾有海洋的气候，我们台湾有台风，所以每一年上帝就1-2个月、2-3个月供应足够的水，让我们在这边生存。要不然，可能如果没有山、没有台风，台湾就是光秃秃一片荒岛。那我们会觉得说，台风带来的雨水，我们会感到台湾能够在这边生存，雨水是最重要的。很多地方有那些废墟，有没有哈？像那个吴哥窟那边有废墟，在南亚啊，在那个拉丁美洲，在南美洲也有很多废墟。通常这些废墟为什么当初那么繁华、那么丰盛，为什么突然就没有人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瘟疫，大家生命都损失掉了。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跟那边缺乏水源，大家没办法生存了。不像现在有水管，有水道，所以我们看到供应让锡安山快乐生活的，所以诗人这样描述说：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用雨水雨露来象征人的生命的生存。那基督徒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在那边就有这样的美好的祝福跟生命。所以基督徒在这边一起生活，我们就领受到说蒙福的生命，是因为我们大家和睦同居。我们在这个圣殿里面有同心的敬拜，有悔改更新，这个就是神所祝福的地方。那我们富强教会就是大家在努力从这些经文印证到我们这个教堂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那教会如何成为神所喜欢的殿宇呢？因为这里我们有灵里面的谦卑悔改认罪，我们有听从主的话，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和睦相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大家经历了2-3年这种疫情的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大家都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透过疫情慢慢解封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因为同聚来蒙恩呢？我们从这2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多的提醒，我们要迎接解封的疫情，我们国门要开放了。那这些好像是我们预期当中，或是说迟早要到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灵也解封，我们能够回到健康的生活。那从一个健康的生活来看，教会的生活也要恢复正常。我们是不是看见很久没有来的弟兄姐妹，大家再一次恢复到那一种热络，大家彼此请安、彼此祝福、彼此代祷、彼此勉励那一种气氛？因为这个才合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那一种迎接神的恩典祝福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大家能够来关心，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因为疫情的关系，或是其他因素，慢慢好像跟我们失联了，或是很久没有看见他们了。也许你的一通关怀的电话，一个简讯，跟他说：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家，因为这边才能够经历到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虽然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的范围，自己灵修读经
透过线上敬拜都能够帮助你的信仰，但是没有办法完整去经历到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那一种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当疫情减缓的时候，很多流落在国外的我们的亲人呢，他还要被居隔，他还是拼命要赶回来，对不对？那今天台湾的疫情也慢慢也到一个程度，虽然有的被感染，但就很像一个感冒，一个休息。虽然被管制了几天，其实你是在家里面好好的安稳的休息，去读神的话，然后回归正常的生活。我们期待我们教会互相教会，弟兄姐妹大家也能够恢复到一种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大家一起聚集领受神的恩典。那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再复习一下从前面的经文给我们的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在主里常常谦卑悔改，因为你生命被更新改造，才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才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基督徒不只是向神求恩典、求祝福、求平安、求健康、求财富，那些是神要给你的，本来就要给你，但是神更看重的是人的心有没有在主面前敞开。所以教会不可能说只谈求神恩典，却不谈认罪悔改，这些是不完整的。因为罪正是让我们跟上帝隔绝的原因。所以为什么神在以赛亚书所提的说，我看顾的是困苦心灵痛悔的人，因为那个地方，因为有神的恩典，因为有人在那边痛悔谦卑。以赛亚书59章跟我描述耶和华的态度。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花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换句话说，神不是不失手拯救，他的耳朵也不是聋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悔改认罪，我们不愿自己在神面前敞开自己，求神来洁净我们。所以，因为你的罪就隔绝了这些恩典嘛，就隔绝了神愿意赐给从天上降下福气给你。因为就好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杯子有破口，我们的容器有破口，来了又有了，因为这个罪会阻隔到所以神才说我的恩典祝福是看顾在那些痛悔还有心灵痛悔的人。第二个，他还讲说，听我话就敬畏的人，喜爱听我话的人，我们是渴慕神的话语，这个是神同在的因素。所以我们教会很积极在推广读经，我们热心研读圣经，追寻真理跟主的话语的教导，这个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今年呢，借由新开发的一个戏剧读经戏剧读经，这是从韩国他们那边过来这边推广出来的他邀请了很多那些基督徒的名嘴，就是他们的声音很好听就练出了这些经文。我想有参加人就觉得好像一边听就可以领受到圣经的话语。那一年可以读完整本圣经，从昨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新约了，很快若即还没有加入，赶快来从新约开始先把它读一遍也不错再来我们这一季的新眼光圣经也发下来了，我们也从新眼光圣经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有一些很好的解释。那我们教会在今年也推广了 RPG 的复兴祷告，很多小组都见证说大家一起同心祷告我们每一个复兴祷告小组还有一个导长一起提醒要上线了，要一起祷告了。你们不必大家跑过来聚在一起，我们在线上就可以祷告了。很多小组都经历到说，这种祷告神的应许是多么奇妙。我们在下礼拜呢，礼拜3应该是19号，有我们一个全台南市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聚会，要在灵粮堂举行。
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也能够再继续去参加、去领受这样的祝福。那第三个，就是基督徒一起经历和睦相处的生活，就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使命宣言，说要成为活出爱的健康教会。活出爱的健康，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喜乐、平安。那所以，在礼拜五，我们魏鹏长老在带领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其中为了一件事情做祷告，让牧师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求神让我们在基督徒的团体，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断绝批评论断，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人都有软弱欠缺，但是我们的眼睛不是看那一些黑暗的一面指责人家的错误，而是大家能够断绝那些没有证据的批判论断。大家愿意包容，愿意饶恕，因为大家都不足，所以我们才会在神面前谦卑悔罪嘛。那基督徒是怎么样呢？是说祝福、鼓励、肯定的话，正面的话。我们也常常在鼓励一种我们的标语，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口甜、脸甜、心甜的人。实在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大家会彼此激励、彼此鼓励、彼此祝福，我们发现这个团体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有时候软弱的人会被鼓励起来，有些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被你的鼓励，他就能够突破那些困难。甚至有的做错的事情，因为你给他鼓励，他愿意愿意改变。那基督徒怎么样过和睦相处的生活？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活出爱，见证神的恩典。那我们教会因为这样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证据。第四个，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我们基督徒大家和睦相处，就会领受到刚刚所描述的领受亚伦的恩膏跟能力。我们知道这些亚伦的恩膏，亚伦是成为祭司，是被膏抹的，那表示说一个属灵的祝福。那他是要服侍百姓的，他是要带领百姓向神献祭的。所以基督徒在同心聚集的时候，我们是领受同心接受门徒的操练，大家彼此努力，彼此学习，活出侍奉主的生命，而且能够代代的门徒培育。我们礼拜六瑞平传道要封牧，其实也是在象征我们教会新的一代，以新的牧者为核心，我们才重新兴起下一代能够服侍主。那这些就是在承受这个亚伦的恩膏，亚伦的膏抹。那这个膏抹是因为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才得到的，而不是你倒了一大堆油，告诉大家彼此相争，那就没有意思了。最后一个是我们一起领受黑门山甘露的滋润。甘露的滋润表示说，生命的成长需要水分。我们一起迎接上帝生命的活水跟雨露，追求灵命更新，这样子才在主面前有那个活力继续。我们所以会枯竭，我们会觉得是生活很没有冲劲，是因为我们缺乏的活水，我们缺乏的圣灵的恩典。那这个滋润是要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起的改变，所以我们才有能力来见证福音。我们的幸福小组进行到这个礼拜已经第4周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筹备其实不是非常的充分，但是大家喊说开始了，大家就一步到位。而且这2、3个礼拜看见很多的幸福小组，他们一直在做见证说，原来神为我们预备比我们所求的更多这些被此的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更多人这些人都是你没有想象到的，他竟然出现了。那这个不是人的能力，或是用什么人情邀请，是因为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谦卑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神感动这些慕道友，愿意加入这个我们的幸福小组，一起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也继续为这6个小组祷告，因为他们走在第一线征战的地方，魔鬼也在搅扰。我们为他们做祷告的时候，他们是领受到这个见证福音的能力。那期待黑门山的甘露滋润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前几天我看到一位牧师，在高雄的牧师，他在分享说，他们高雄也在推动一个黄金10年的宣教啊，因为我们台南中会跟高雄中会都同样有一个年代要在2020年就是我们设立90周年，台南中会跟高雄中会，然后他们也在经历说，未来这10年当中要大家努力传福音了哈，然后他就有人在做一个感想，他说，即使我们不做宣道士，就是宣道就是宣道师啦哈，就是那个士兵的士哈，即使没有做宣道士，不是专职的宣道士，但是你也要去做宣道士，同样的声音呐，要打字幕才看得出来，就是事工的事。你不做宣道士，但是你要做宣道士，那表示说每一个人都托付了神给你的责任，把福音传给还没信主的亲人、好友、同事这样子。弟兄姐妹，疫情慢慢解封，我们的心也要解封。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期待大家互相邀请。有些很久没看见的弟兄姐妹，你借有空联络他、关心他，小组员一起回到这个神恩典之家，一起享受神的祝福。这个是我们领受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最大的一个实际的行动。也愿神因为他这样的祝福，我们就看见黑门山的甘露，我们看见亚伦的膏油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分享一个在英国16世纪的一个诗人他写的一首诗。那这首诗他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讲，但不知道内容是什么。这位英国诗人是约翰多恩他的诗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那如果查网络就知道说，原来他写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用这个话做结论，弟兄姐妹，你我都不是孤岛。如果是孤岛，你会觉得很寂寞，没有办法去连结。牧师的故乡是一个小岛，平常暑假的时候，很多人观光客比居民还多，感觉不会觉得孤单呐。但是现在北风来了，观光客少了，当那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好像是雾锁小岛，或者是说东北季风锁的这个小岛，那边的人就觉得很孤单，物资不进来，人也不能进来，船跟飞机都不开的时候，就是好像被孤立了起来。我们人不是孤岛，我们要连接起来所以期待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孤岛，人不是孤岛，我们一起连接起来，成一个和睦相处的生活，连接成一片大陆这样子。这首诗这么写，他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少，如同一个山夹失掉了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领地失掉了一块。是的，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所有的恩赐，或是你的才能发挥，是因为有人的地方，你才能展现出来。这位是约翰多恩他的画像很多人用这个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成为一个 logo 或是一个 slogan，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相处。虽然人跟人相处有时候很费力，对不对？但是我们希望家庭是一个和睦相处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和睦相处的，甚至我们整个社会也是这样神恩典的地方，因为大家在这边和睦相处。感谢主，我们要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借由圣经圣餐一起来领受这个和睦相处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感谢让我们在这里领受到圣经美好的教导。主，你要我们不是用建造堂皇的圣殿来见证神的同在，而是因为我们当中我们有困苦。